我们现在已经开心不知道到哪里。开心了。Yes， 处天处爱。好，哪一位？选那个扔刀的阿公，老太好嘞，选那个扔刀的老太。没比较没伤害，你们。可能是台湾第一棒的师傅。哇！用七四符用緊㗎。唔知嘛，佢呢邊都按點咯。係啊，冇。你唔係見湯唔要講啊，點湯啊？哦。做唔得呢，做唔得啊！人家吃龙爱鸡柳趴，让你一点点啊，我就點點聽聽。哎，你有低调。哦，你講台餐嘅嗬。唔係，感動現時。我好想食。第一片係冠軍啊！第一下我食緊已經我批到有熱。可能要我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有蘇坤，一家之主。我係民族。係中白強。因為東北去了都桃園也特別，觀音也特別。李高復興橋，嘿，屬於這個石橋的復興哦，其實攞到動多白咧，哦，因為大白攞到嘅攞一邊哦，卻係非常厲害嘅，毗鄰公就馬山地嘛。哎，張爸張媽嘛，哎，大概就只有他們吧。桃園地區的代表啊。因為本大家形象當簽 K 啦，所以希望基本嘅攞一邊哦，做啲來打敗佢哋，因為全部係攞一次冠軍彩題嘅朋友哦。哎呦，對哦，張爸張媽來過2次，因為我印象最深的還會南過一版，哎呦，叫到木質欄杆幾版。哦，要長一點回去吃飯啦。好嘞，好嘞。那就不要再提了吧。要聽一版啦哈。好，馬上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尊彬師傅。大家好，阿彬哥你好，就今日翻到係親友鳳師師傅。大家好，各位大家好。阿峰哥好。係啊，稍後來呢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集，風吹嘅呢係兩隻阿嫂哦，分享到牛梅子撈曲演技，歡迎來咯。呢度呢一片就好咧，唔是走秀。因為他剛以為要撈。誒，好，稍稍嚟分享一下來自咱翠呢一片吼，冠軍嘅朋友記得係表姊妹哦，兩水鮮撈土小豬，掌聲歡迎。歡迎。哇，今日4個獎細妹嘅潛水集，係啊，全部都係觀音蔡天然係冇？係啊。先敲摸一下我鳳池嘅兩位姐姐哦，觀音特別有推薦嘛個好教好食好料嘅嘛？一年一拜哈，特工作平安喜啦，有人嘅比賽啦。鹽嘅比賽，家興用係比切格買嘅鹽嘅，佢睇下講切格熟嘅。熟嘅下我比賽。哦，聽講你切格有參過鹽嘅比賽，有得名係冇？誒，哎呦，第3名。很厲害哦！咁就安泰咋？冇安排啦。佢變貨嘅，佢說當年我有100鹽嘅比賽。有。幾多年㗎嚇10月19。10月19都係平安喜過後就會比啊。平安喜今年比。哦，今年比嘅，哦。稍後沒有問一下哈，除了個冠軍，該下講啊，煙機的這個文化之外哦，還有了啥按到範書記係嗎？誒，範書記。該係買東西咧。公園發展較肥吼，有種個番薯，像個農界廠的個專業的高藝裡頭做，做到今年第3年咧，又跳舞又攀個 DIY， 也有煮番薯，也有包個番薯班裡頭，他個從下來了。好啦，總共呢，你講家嘅番薯機係幾多年嚟嘅時間？11年，11年可以啊，10月份度好，接着來，點燈了，有到觀音也到尾發現到10年、11年、12年全部都9年，啊唔夠呢，馬上就來看一下我嘅比賽了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風綠燈，兩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聽主要食材。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，喺呢之前唔啲會觸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，兩嘴會因為太緊張亂放粉末，還有兩嘴冇觸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馬街想唔到嘅料理呢？最刺激、最神奇嘅比賽，馬上開始了！又到係呢一關料理風綠燈嘅哦，好，馬上呢先來請師傅公布一下今日嘅菜式，希望不要太難哦。
今日做係吉祥草雞啊，唔會挑難，唔過我先老大家講一下，今年三家店啊，地位都有一家係有活體生物。对啊，伊喺喊上呀，还讲蟒蛇高体，有呼吸的。Oh my god 的。有呼吸的。哦。可能要现场腌鸡哦。真假的？那我只能派出我们玉梅了。好了，现在开前后嘞。好，刚刚就腌鸡先了俩。好，看你要怎么。讲到活体生物，记住阿天一直在抠手指呢。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哇！跳眼镜，感觉看那张有心跳，没头。你看哪一个？你看哪个盖子在跳？好，我很少看到前面拿着两张。哦，你确定？我看到这边有东西哦。好，2张哈，好，卡蒂娜了。好，准备。1、2、3。哎，没有绑起来的，绑起来的啊！哎，真的有黑黑的，这有写2张了。Oh my god！ 他要死，他不想死。体积白看到活体生物哦。你冇想要死，你们不要假装没有事好不好？一点都不 OK。为什么我们这么紧张？然后那2位大姐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好了，我先到台下講一下。我剛好講哦，地北獨有一家係活體生物嘛？我不要吃。我不確定係唔係私有一家庭哦，我不確定哦。好，來，好，哪張？活魚來了，活魚。好，活魚。1、2、3。这为什么要跳那么远？就告诉我。盖妞，哦，用不妞，哇，恭喜恭喜！喊你扎。來。可能活體生物哦，不要走。你覺得是什麼？激醬配什麼好選？芹菜真好選。芹菜哦。哎。好了，1、2、3。剛才馬哥搞完啦。我們可以放棄權嗎？第一次遇到想棄賽了。我們現在已經開心不知道到哪裡去了。Yes。6個就要等一下請師傅。對，全部給師傅做的。對啊。或者你直接到後面去拜拜也比較快一點。好，馬上去了金行體育館嘅挑戰嘍。上到呢一個吉祥啊，超級牛哦！你風吹沙堵到安泰嘅挑戰，但是我的隊友呢，也都當有信心了。風吹嘅挑戰者，你都有信心嗎？有。OK 的，我接受，我也沒有。好，其實唔是問咱出嚟一片吼，因為見到手有寫介牛啊，我還要問一下啦，吼，看一下咱出嚟一片有信心冇？有。你看，係真經有信心冇？好啦，大家按有信心嘅發聽下廚師聽送嚟家人呐。好理解下啦。係呀，好了，現場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哇，早啲開始做咯。哎呦，死退啦！哦，全部死退啦！太極，你要怎麼處理嘅係嗎？姐姐，我想先問一下，剛剛他們的活力呢？他們剛才有吃安眠藥，有可在那個冰鎮啊，在冰鎮。像我們台家嘅就還要去腮啊，安誰家還會去嗎？該去好嘞啦，咁咪我呀，肌該腮啊，腮有那個剪貼，放得到，等一下，我有一個問題，你好，你倆搞不嘢，當下就老師才處理後啊。然後等一下我們要叫廚師幫幫我們，我們要不要？你們的廚師幫幫我可能要5年哦。要不要？還不要？No！ 那大姐你先切辣椒就好，末海可以先放着了。末海等下本師傅處理就好。好，剛剛牛會發菜雞末牛好冇？你要得個避掉一下，等下你倒出來肚後就會處理末海。你要得切後馬會停痛哦哈。好，等下倒出來，他好像被嚇呆了。有啊，可是今一糖都幾講嘅會嗎？你真的有哈，不要偷放進去哦。好。哦，第種嘅感應上好咧嗎？忙上多，等下。好啦，因為Andy 出道係雞樣啊，我大家講一下，你家下做你嘛嘅？我先雞肉先切啦，我個병掉嘅香油，還有嘅染병一掉，個병吉祥병一掉落，等下我來去煮啊。哦，先滷一下。係，先滷一下。用金魚椒落去。
有嘞吗？他忙表，他忙表。哦，两下都表。好，两下都表。啊，你都等一下用个鸡柳啊，用办处理啊。我刚看你就准备油薄嘅。啊，这你都唔是处理的，已经按天晕呢。系啊。啊，我用一掉了太白粉落去。你俩哈应该经济有切行用办。等下，我就上外用该pan的顺条按摆盘哦。系啊，做得么？我听口心么？趁做得来啊。一家靠嘅片子吼。一家系许多，就比如动豆粒哈，一般做的摆盘用，啊我一般做的挤一点点落落去了，然后卤一下也好，放下酱味也好。哦，好啊。卤嘅须在做的。表吗？好像酸可以去让肉质很嫩嘛。你讲安样等下会甜酸吗？我要表去酱。那做的炒通啊。哦，炒通哦。哎呀。你做对了嘿。不用想那么多了。照你的，不要照他的。真的。我这样子访问完之后，我觉得我们这边也需要可能120秒的。要哈，可能爱哈。是你比较需要，不是他们需要。我们时间都要先狂改片哦。好，这种啊拍哦。好，两沙强下讲啊痛冠美咦，处暑天暑爱。好，我先马莎。爱系啊。还有服上的啊。服上的嘛哈。服上的啊。我调个酱你做对冇要吃款哈。好，差不多了哈。我准备继续开始。好，是片来别香啊，两片是稍稍来泡咧。粉辣。粉辣。不过你遐粉咪系便宜粉系吗？便宜粉，可能到太久了。重点系街啦。哦。重点街。压力没吓到他们。我们这边声音辣台呢，辣台。想想刚才他还活蹦乱跳的。对啊。30秒咯。这到底要别香啊！去汤啊，等下结酱的先开始炒哈。啊，伊等下腌料该会出来，你等下同我腌料做一些啊，记得哈。一结酱个腌料出来。哦。好，来。3、等下加落去哈。1，时间到。两种系麻酱，好不容易炒的些啊，等下下去炒一下。这个时间到了，好，时间到了，好了 ，OK， 请问结账喽。处处天暑爱。好，前两个认到的阿公，罗太好嘞，前两个认到的罗太。没比较没伤害。咱吃到我的鸡柳扒，让佢一点点啊。哦，一点点听听。哎，你有低调啊。这个时间到了，好，时间到了，好了 ，OK， 请问结账喽，要不要烫油烫过？不是，等一下开始炒好了。好，先不给你炒点，两个在盛狂改片哦嘞，今天2队都好赶哦。对，对啊。好。哦哟，处处天暑爱。好，哪一位？前两个认到的阿公，罗太好嘞，前两个认到的罗太。没比较没伤害，你们。好了，了先全皮好嘞哈。哦。好，椅子开始。好。家下记得个盖牛个，然后添椒葱的狗酒甜甜嘛。嘿。啊，你等下俩油啊，俩是好嘞啦，俩有松吗？俩。哦，有，差不多。啊，你俩要按炒糖色的时间，你俩荆棘又要。切一些饼落地板，一直切一张停，一张停了，哎呦，不用斜回啊，一斜真的一斜，可以，一张停哈，哎，是爱做停，系啊，我帮你骂，哦，系啊，你俩有啊，哦，荆棘饼下倒掉，饼倒掉，啊，最末的时间让差不多饼甲荆棘哈，好，安迪哈。今天没摆盘，没摆盘啊！哦，5、4、3，啊，你要全部变态煮熟的嘞。时间到。3个点要调味到熟嘞，哈。看有发生什么事吗？煮出时间够多很强哦。我俩片嘅就冇扭扭嘅感覺呢。冇扭扭。
冇那个韩语在放发啦，欠掉，啱啲哦，抱歉哦，抱歉，之后嘞哦，等下。骗吧，对了，姐姐，你没吃过荆棘哦，好苦哦，跟人参一样。你可以讲话，可以。他真的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，一次只能做一件。他的五官呢，只能一次用一个。杭州的很就是天数嘛。啊，昨天饲梅兔啦，下禮拜攞嚟先做咧，昨天飼梅兔看，哦，對到啊，蒜甜哦，你片漢語一點嘅嚴重哦，會頭油麼？50呢？50哈，所以啱叫差不多咧嘛，哦。差不多誒，咁你來倒數哦。好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鐵觀地圖用結醬變化出的料理，來做較簡單哦。好，風水佬南水呢都留一客家也最有台北嘅結醬拿嚟做變化，唔過風水呢用起也細冇係都係咪台用嘅，大家來試試看哦。來，個結醬嘅梅是挑到拄好呢。妹妹說結醬米去調凍好誒，嘟好誒酸甜啊呢。有眼睛吃到了，你貴州是老嘢啊？好什麼？我只有咱蠻好食咯。咱們好食。哦。咱們去做過兩套哈，兩天一擺做過，不過真好食呢。真嘅哦。這是過來攀做嘅。皮膚切㗎嗬，當厲害呢。有冇眼睛吃到咧？梅兔嗬，我煮個煮嗬，也唔會甜酸，也唔會講唔會酸。時間啊，這先來講一下，呢度做嘅磨蟹我已經知道用辦。甜甜又鹹鹹，真講味啊！磨蟹真熟，炸到真熟，真好食。假使你嘅師傅，因為半幾多分數嘛？哦，佢一天唔會啊。啊？佢一片冇牙切㗎。哦。誒，講到凍河，看一下順豐嘅小豬啊，這用法係乜嘅？我試吃哦，凍拄好嘅梅兔啦，因為。又甜甜酸酸的樣型，冇係看要炸到樣凍醬的樣型。哎呦，蘋果凍好。我吃到我嘅雞柳扒，冷啲一點點啊。一點點甜甜。你有低調啊。好，稍稍來試看一下咱出嚟一片做一下正宗嘅雞醬雞柳，來，又哦又嫩哦，冇嫩啊。高升寒冬嫩。嗯。不過結醬米頭你沒用啊？我覺得其實兩家調個米頭都懂沾的。也特別講買米頭較重一些咧，譬如你自己知道咧，你嘅磨係咁嘅書本嘅揀用，兩三大副的喲，大副咧，知道呀，雞柳咪真好食咧，有冇自己知道咧？我做老愛瓊蓉誒，酸甜有梅頭誒，煮到真好食。係吼，怕你也較好食哦。也可能怕我讓一啲啲，可能怕我讓一些些小口嘅。好，來看一下咱水裡一片哦，阿姐對自家嘅評價哦。我知道我做嘅雞柳吼，鹹甜吼，有一啲酸酸嘅。大家問一下小豬阿姐，你自家吃到咧？我吃到凍好，酸甘甜的樣型。你敢用我吃到嘟好，唔會甜硬，又唔會甜軟，嘟好嘅樣型。我家下淺嘗嘅須知有比較一下兩片哦，我哋一片嘅醬哦，結醬。還就加一點嘅辣椒哦，所以食起來個辣味還會挑一下個酸甜味，凍好嘅上法。哦，不過到底師傅係用辦上咧？冇錯，唔過等下馬上就來請師傅來評分咯。好，今朝嘅時間馬上就要到位，想請你啊準備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用。好，再過來看一下阿鳳哥搶本分數。哦，搶手哦。準備師傅搶公平。好，以後可能用片雖然手刀嘅咧做食材冇強濃啊，你一頭即來處理蓋牛嘅時節啊，你剛剛用過嘅機會用嘅粉，從啊你呢一片用走嘅，因為用走嘅啊粉係鋪嘅蓋牛嘅時，基本大概肉質會熟起來，電到去還會做上，你像螃蟹咧頭叫伊個醬，其實是會包覆在主食材上面。唔是變到欠醬欠到凍到，第二片變到會烤後背欠醬，醬油反塗撈個梅頭扒在這個肉上面，所以做法
虽然讲手度该食材，做饭冇强浓，其实梅头出来咪有会正差度。阿凤哥今日上班咧？好，我上班吼，俺某本红队俺想要是正差度，两片真紧做当，是正差度甲几种的梅头。其實應該真至於我水梅嘅炒好，其實你能夠自行倒掉，不然行倒掉不幾嘅梅頭行會出來啦，哦，啱啱無本兩片前講，而家資料要話土豆要嘟好，嫩那樣當好是，而家仲未跳到嘟好啦，是正差對啱嘅，兩片都變當好，希望感謝。好啦，兩片呢都個個得到熱款，用幾種嚟做料理，客家料理地都係當接看到嘅。嗰三下人呢就交俾你阿邊師傅看啊，用一個幾種嚟炒一個魚卵。到底有乜味道？看下去咯。哇！好，問到你阿邊師傅呢，佢今日出到嘅食材就係魚卵哈。來先請一下阿邊師傅講一下食材有乜冇共用嘅冇？呢條有啲係魚卵嘅部分，但是因為我從頭講一道福氣。魚卵，紐西蘭的咧鱔魚的咧魚卵，還有叫嘛掛甜椒咧就穿到強溶，哦，等下我哋先來火鍋。哦，係㗎，有問題都講哦。好，我強溶嘅本盤呢？係。咩係味道？等下較好。咩鐵鍋長得粉粉哦？沒有細粉粉太破，你鐵鍋是變體魚的啊。哦。誒，底部魚卵是焦體魚的。應該係看到你去到係魚卵嘅細節咯，嘅心情係好呀。它絕對是好的啊，畢竟我們是抽到冇害啊。因為你也算係簡單嘅食材吧？算簡單，因為佢本來是算半熟嘅，所以你好當好處理，等下燒了先長來弄哈。不過一般魚卵嘅處理方式卻係拿來用泡嘅係嘛？係泡過，因為你煮過先叫水分該怎麼免體嘅。哦。大家有食過魚卵嗎？有，當然有啊。因為有啲人唔敢食個魚卵啊。哦。我要青紅色。青紅色哦，剛剛可惜沒抽到，傷口撒野。師傅請問下，要一結果當最破。差不多160左右，係160，因為總得調高溫，用燒一下佢會變開來。係。你看師傅家下切甜椒嘅細節哦，它地部嘅弄哦，它都有處理到。而且佢那種切法懂厲害耶，切開來然後交錯，有沒有看到它有一點點？就係菱形啊用。對。因為等下我魚卵泡先切一塊塊，佢香囊嘅餡是同樣嘅形狀。配合大家切個精緻嘅方式，可能冇讓我冇香囊，我是會我係對半係唔係到當我對半，我有咧都市咧對半。做乜嘅？我對半先等下醃咧。好醃係啊。對，叫佢好多。水分叫佢好多，醃得好香，有，誒，所以我等下溜掉來擺盤後，佢咪會好醬，好，咁切開來佢就會好醬。所以你應該細細嘅，記得我切法全有，切法全有邊係。啊，底部嘅只行我溜定哦。唔係，哦，佢離體。好，你有試看個油溫嘅嗎？好。啊！到底了，好，到底係。哦，幾條落去鋪。如果未準備調過啊，調過嘅話就會爆開來啊。哦，像緊那種米蔥啊。係。好，片嗰啲真係別香嘛。我先炒過，老薑嘛薑下來炒。薑嘛湯先炒過。可是哦，迄咩平底鍋當中來炒，不開去中風咁容易炒，馬上就煮無來了啊！其實咪係火候啦，大家別香，川味上講，一定會火會燒，油會燒。其實哦，呢啲啊別香嘅呢隻方式係人過人油，你是不用下去的，唔平平呢，佢是會別起來，梅頭是會出來。冇相信你火去調燒啊，油當燒你。要叫買不用下去，可能是會出火啦。我是順條不用下，一下是變色的，跟梅頭全摸出來。師傅，請問啊，你按後上有頭部用的嗎？佢有聲音嘅哦。佢真嘅係乜頭部用嘛？真勁哦。係啊。係啷個？後慢慢。你吸音機哈，佢係我們觀音體系最厲害嘅觀音婆。真勁哦。
可能是台湾第1棒的师傅。哇，严重了哎！哇，用西式佛形容噶噻。你这么你们一边都按点呢？係啊，冇。因為我見湯唔要講啊，點湯啊。哦。中等呢，中等。做後面鋪誒，冇怪我家下度休息學嘅書之後，佢問我講，食啦，呢啲係幾多食啊？佢加咩問誒？加嘛？要啊。然後那個28歲，佢講，我順哦，今年差不多20歲哦。真的，柯雲靜，然後講，我們你用啥人講誒3年誒，結果3年我們倆都還是單身。係啊。真嘅咯。係啊，你瞪大眼睛做什麼？看你，靠你今天介紹。發亮，看到發亮，看到生意。要有一點要呼叫粉啊，我跟你講。好，還有一些水，滴滴。師傅，你還跟5輪牛跑都這麼平靜，我差點忘了他還是剛才那個話題太好聊了。低溫給他滿潑啊。可是按用跑感覺沒什麼變化，是不是只有吸到油而已啊？對啊。等下水尾站咪個溫度才來過來。家下你拿落來是這有吹過嗎？冇吹過。好，師傅解下吼。結漿。頭邊都水。記得水。經濟嘅水係，嗰啲係冇冰粉哦，嗰是自然本意是有樣嘢勾芡的。哦，嗰是用下去，了醬料是準備好咧。哦，等下5人好一些，淋上去是好咧。你這自然勾芡，因為剛才個桶嘅關係嗎？好，沒有關係啊，醬到水嘅比例沒有關係。錯。師傅，跟5輪開始白開來咧。白開差唔多好咧吼。哦，他刷存在感哦。其實諗起講緊咪好咧，叫佢講噃。不白開來是咪代表個地表嘅溫度差唔多咧？溫度差唔多咧。像你5輪哦，假是摸魚哦，做得用氣炸鍋去炸那裡。沒做得用氣炸鍋，你係東流行是用氣炸鍋。好，差唔多，還有啊，豆漿啊。佢泡過以後會變軟係嗎？會變硬吧？哦，變硬哦，邊度係變硬？你咩看啦？你摸摸看，你們是在騙我吧？我會隔着衛生紙嗎？動作很鞏固誒。其實地表它很軟軟的呀，軟軟哈。加一些香油啊，師傅你加嘅係乜？香油，等下加醬料，香油。哇，很醬，很扎實哦。而且泡片還好款哈。對。就都切按用切的。可是佢係冇泡過嘅話，佢就唔會按雜薄是嗎？係，佢冇泡過，即係佢地表是軟軟的。哦。師傅可以了，冇老佢不用用下，直接淋到蛋糕哦。係，淋上嘅時候，因為應該做嘅醬料是好黏。哦。佢哋下去攪，可能一股還是綿綿的，所以冇法度下去。好聰明哦，直接老醬料淋到蛋糕哦。係，淋上去。所以應該做的醬料是會好黏。大家發現你泡5輪嘅須之後，沒有給它回炸嘞？不是回炸，但是它的是後背溫度是緊來緊高樣樣。哦，因為就添椒很款，所以哎呦，什麼沒動好款嘞？不動。咁你記得，等下喊我擺盤冇？裝飾時候咧。哇，假使大家手度嘅5輪哦，真緊有可能變落去向下炒呢。係，沒有可能啊。一醬炒5輪，按鈕就好些咯。好，也嘅結束呢炒5輪，睇次架 Q 下來片上看哦。來，好，隔壁嘅5輪當咁味嘅。而且因為有泡過嘅關係，故說呢時候嘢是唔會呢個一些酥酥香香蛋白質加了之後嘅香味啊呢。韓國因為陸師傅吼就開始嘅湯就先炒過，所以嘅焦糖嘅味道吼，會要出來，撈嘅結醬夾起來哦，酸甜非常嘅獨好呢。哦，很好食，都會不香香嘅。而家米湯哈，攪嘅結醬嘅米湯哈，實在有濃，很好食。含乜碟肚去哦，那味道真嘅，很好食。他打上就已經結婚呢，因為冇辦法天生這樣講咩？係咪哈？有冇見知道咧？哦，當咁會嘅
味道很入味。 有黏米哈，可能是台湾第1棒的师傅。哇，严重了哎！应该用7师傅形容㗎。后等家有选给我们呢。好，来看一下咱嘴里阿片哦，对师傅的评价形容版。大都按叔叔吼，又可以加鹹甜，又按酸的，挺好食。你看，没冻吼，同款一下小猪阿姐。依家集中那样炒到冻人味。 冻香的样型啊，改下莫抢到几落做吼。唔会啦，因为了解师傅。很好，很好。伊系台湾吼，你系自己最厉害了哦。好啦，季师傅应该讲看一下，那个卢师傅评价一下。哦，佢个五郎吼，坡度有好，吼拄到毛背按擦擦按食到按素垂在安样吼，还有讲佢个鸡酱有挑到度吼，有加一点附加粉落去食到有度好当好食。刚头前的系1比1，马上出来进行最杯米馆的挑战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。 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過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今每一條關呢，就係一種愛來上癮不開的味道啦吼。因為呢，最近睇起家係講當愛提早洗髮，卡少轉都不卡，一轉都不卡，乜嘅都唔適宜馬傳壇，食不卡吃的料理，媽媽做的料理就最好食咧。真勁，因為呢，我哋下面吃卡是生意大到不用挑嘛，大白轉起我卡開虛啲哦，我去點餐啊，我就讓人妹講哦，我要吃3杯雞。他會理你嗎？不會哦，真的，安排盤而且都醃雞哦。哇！我要老台卡講哦，哎，整個我媽媽非常奇葩哦，大家都知道啦。伊個3杯雞哦，哎。 冇麻油、冇米酒、冇起千湯，唔過佢堅持佢按到3杯雞。咁你有哪3杯啊？係主持自家自主，我長啲嘅3杯經驗咧係1杯麻油、1杯米酒、1杯醬油。對啊，那他的3杯嘛？就是醬油高撈變通婷婷。OK。我佢堅持按到3杯雞哦，所以我打牌老佢講，我要學3杯雞嘅師姐，就是吃那個味道。唔係你都煮嘅，該這種3杯雞不喜歡，不喜歡。這種我吃嘅最好是我媽媽煮誒，我昨天才剛吃。乜嘅？我不知道大家有食過冇？剪麵粉板，嗰個滷嘅烏桶，剪得超好吃的。 姐姐就底下呢，一個不卡米。所以學到個師姐是會用到啊，誰師姐啦，阿妹啊，灰姐那樣。對，大的時候也會吃啊，也會吃。好，嗰時候呢，今日一定要關呢，就很多生唔會過年嘅阿妹咪。哇！到底係乜嘅？先嚟問一下馮翠，一生唔會過年阿妹咪啊，請教一下今日菜名係乜嘅？客家小炒牛。哦，客家炒牛係冇？好。 今日嘅算係當正統嘅客家料理，有乜故事留睇下分享一下？哦，細年愛食誒都煮啊，頭擺年都講蝦雞啊，唔會打爽嘅牛耳朵啊，都全部都按薑啊炒，按做細年食。啊，唔講學藝炒誒，客家炒牛不一定細年好食咯。係啊。係講姐姐做嘅人細年好食吧，一定用係特別嘅素材。特別啊。哦。 我啲我又唔講嘅嘢，你唔是用講嘅，等下直接做本睇下試試看啦，睇下就點樣嘅。但係每一塊咯，我等下看下有呢條肥豆芽哦。哦。馮翠挑戰者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等下咧咪問一下咱出嚟阿片吼，誒，呢兩三面係做阿妹嘅嘛吼？係。個菜名按到嘛解？ 海鮮涼飯太好吃！哎呦，你直接那個太好吃，比我那個菜名地位多哦。我個泰係泰國的泰啦，所以是泰式料理咯。泰式料理。你用半成嘅東好學了拖出嚟咧。最料的時節啦，就食到了泰式海鮮，吃到真好食的。係啊，轉來嘅時節就自家講研究講啦咧，研究到適合生意嚟個自家嘅口味啊。啊，到尾生意嚟轉來嘅時節，就會講。 阿妹煮了要滷菜飯也吃好。哦，因為是太好吃了，要偷出來哦。哎。啊，等下嘅比賽係最每一關嘅，兩三係強下嘅合作團結哈。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咯！睇起個都已經準備好勢，四個媽媽要好好嚟點出嚟嘅好數字嘅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咯！
为什么你都个三千euros哦？该煮鸡毛切贴啦？这几天里面啊，不要紧啦。哎呀，我唔是菜，就猪皮。你都用个用係走嘅用係嗎？走嘅魚泡魚。夠啦。等一下，哦油嗎？哦嗎？冇買是哦。啊，因為三千euros起價會出油啦，吼。哦。唔怕看呢個不標嘛，標豬肉係嗎？哎，好，來，我最喜歡標東西了耶。我幫你。對面就攞一個吼，去標東西嘅時間，然後去弄平日後，從啲聽筒嚟。對，你們我很討厭人家很焦躁。對。哦。知道。因為他怕鍋子壞掉。哎，姐姐，肉味唔辣麼？肉味唔辣麼？係啊。用社會感覺嘅。好來，切半。好。你做乜見每一邊都按點呢？係啊，冇。因為我見湯唔要講啊，點湯啊。哦。做唔得呢，做唔得啊。上天需要去拜上哦。哦。跟住下禮拜要接送啦，冇關係按劫啦。你今日來查比賽嗬，總係講從頭到尾冇嗌做錯嘅事情。從頭到尾都冇。冇嗌得升狂雞片咯，哈。但我要問個認真的，好，就是瑞賢姐姐，你們為什麼要把蓮蓬頭帶出來？蓮蓬頭？哎，對啊。哦，你講排盤嘅嗬。唔感動因性。你一片係乾淨啊，第一下我寫緊呢個拍到副球兒。可能要我哈。哇！你一片先落去開背呢？係啊，因為你從你個身體給驗出來，我會食到會沙沙。不過看起來你都有準備個蝦講下安排咗係炒蝦係嗎？係。你今日要準備乜嘅食材麼？到大家講一下。係啊，講一下。有咧，下講嘅啦。下講嘅。嗰個小卷呐，那個。tomato，那個泰式醬咯，魚露，那個鹽水啊，哦，還有咧檸檬片，我炸個汁的，哦，你怎麼突然會結巴？怎麼了？他在想，他講回六，也還講不起來，講乜解？好，但我要問個認真的。好。就是瑞賢姐姐，你們為什麼要把蓮蓬頭帶出來？蓮蓬頭？哎，對呀。哎，係呢，要擠檸檬汁誒啦。哦，對，你這個手工，它要去去皮哦。看到它香裡香啦。可是那個邊邊很好吃哎，姐姐。我等一下把它切花。哦，切花？哇，這麼厲害！是什麼？什麼花？你講多係嗎？那本身我等下有切嘞，正切的呀。哦。那現在我就要先好，來，先講住咯。好，謝謝。哦。佢不管有壁刀嗎？壁刀嗎？有冇壁刀啊？張標咩？哦。用壁刀就跑不了，我用該咬唔落會啊。有不過沒有壁刀啊？這個太香了。壁幹下啦。這個太香了。用講問一下，有冇有這到求證哪這哦？你呢個客家常用係馬沙高半年。頭擺吼，你爸爸媽媽傳下來，全部拜神拜過問題啊，個豬肉啊，那切下是用碟啊。很香哦。因為你要算係客家人嘅共同記憶啦，哈。嗯。人家有切解跳油誒，姐姐。你自家跳油係啊？人家。跳油啲雞係嘛？你係乜雞？你係乜雞？有乜雞？調的。要啲啲咪要乜雞？胡椒粉。咁係花油啊，香油啊。香油。哦，調油香油。我哋俾落嚟。這個我最愛了，這個我要吃大盤的。係嗎？係。現在幾多錢？哦，你講排盤的哈。唔係，感動因性。我好想吃，我要吃多一點哦。現在幾多錢？哎呀，你一片係乾淨啊！第一下我食緊呢個批到副球結。可能要我哈。我吃米頭哦，因為兩岸都怕米頭會沖淡哦。哎，我記得係個圈除啦，神喵圈係凍好食嘅東西。用哦。我飲酒係啊。乜㗎？要。你要幾年的酒？30年呢。哇！你家下頭就黐落去咧哦。還有乜解冇病嗎？但一定會吃米頭哦。水電啦。哦，水啊。水啊？啊？哦，水哦。水，確定有水哈。確定哦。好嚟啦，好。在佛手在台底哦。香油啊，再放一點好。哦，香油啲哈。好啲啊。而家講呢款冷皮嘅哦。好，來。啊，你下做係醬。等下做醬，你下先切個冷水嘅。冷水先
真平等。哦。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莲蓬头的功用哎。莲蓬头用好嘞吧？用好嘞啊。用好嘞。哦。我咋个表达你一摆？哎，记住好多师傅哦，记冲动往安切开来。现学现卖。哦。用紧粘落去。哇，好多。哦，可以那安用用哦。莲蓬头都好用啊。莲蓬头啊。应该这样子还用干嘛有东西吗？加蒜头米。嘿。盐水耶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多点泰式酱。这个最重要了。要泰式酱。泰式酱哈。你地盤，哎呦，一樣色哈。但是個你地盤都係咪要加碰通啊？碰通一下有冰了，你係魚露啊？你做講吸煙啦，魚露我冰啲嚟咯呀。魚露好魚露，點解用到呢麼？可以散嚟呢去來，菜嚟呢去來。哦，終於兩三個嚟咗凍很風嘅。冇樣啦。哦，怎麼解？冇事。哦。好，剛用差唔多誒，你就來。時間差唔多咧。倒數咯。好。 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會吃吃看下最杯面一關，是唔會過年嘅阿妹咪都得奶煮較針的哦。 关呢都是唔会过年嘅阿妹咪哦，相信呢，我觉得一定会很难比，因为佢43年都会懂按厉害的妈妈数一听，听到懂真的。睇下先来吃食下风吹嘅客家炒牛哈。哦，炒到非常香誒，越紅圈越白多。嗰家3層肉啊哈，唔單止要白到以外，加個調嘅醬料啊，要落嘅胡椒粉很香哦。佢你知道咧？你都下注要煮飯嘛？ 係一磅飯係嘛？一磅飯落去嗬，是講3磅多。好，還有米啦。因為之前知道咧，做米頭又多啦。又來磅飯都有時啦。磅飯都當真掉嗬，係嗱，磅飯啊，磅米酒啊，都做得呢。好，來看一下咱出嚟阿片阿姐，隨後阿姐去到幾兩沙做牛飯。真好食的，係啊。 豆腐乾要炸到酥酥的，係啊，跟肉夾到真香。咁自家會做客家炒肉嗎？會炒啦，冇了兩位按厲害啊！哇！啊，小豬啊，這你嘅想法咧？你梅頭挑到凍好，我凍粽子是按用嘅梅頭，你盤出來就做磅3碗飯咧。按多飯，啊細飯咧，客家炒肉做啲磅3碗飯。係啊！哇，假使係街下見到炒好以後嘅貴鑊個嗬，哇，那你一整鍋飯了。係啊。真緊就好食啦，好食。這個鹹淡係度嗬，不會太鹹。這樣辣辣用心。我兩片哦，哎呦，泰式的太好吃，莎莎來吃看。好，大家吃吃看哦。等下醬料真緊調到10分鐘的。因為假使係蛋醬，只要加添辣醬哦，唔辣哦，佢哋還要加另外嘅檸檬，所以個酸甜嘅個比例把握到當好。沒錯。 而且後樓下演斜的蛋糕也是另外一個靈魂的配菜，都加蛋糕啊呢，當蘸掉，你有冇見過咧？哦，用米頭當好當蘸哦。又酸又甜。又酸又甜哦。我這個吃都是普通的啦。普通誒。冇講清楚啦。你剛剛第一段的人好像差蠻多的。啊，小豬阿姐咧？你阿煮真緊係명符。 其實咧太好食咧，挺好食咧，係啊！那你要給我一個浮誇的手勢啊！挺好食咧，係。而家係客家人好傳統嘅客家炒肉，而家係泰國的非常傳統嘅泰國嘅冷盤嗬，到底師傅係用辦嚟選擇咧？冇錯，地下呢煩惱嘅部分啊，就交俾你嘅評審欣賞誒，馬上來看下咯。 好，馬上呢，緊張嘅時間就到誒，先請你阿炳師傅搶本分數。冷吹2分呢，好，大家來看一下阿鳳哥搶本分數，你係冷吹3分呢？為什麼？其實要挑籤哦，佢係先你了啦，挑籤村做到以後，但是好可惜係到後背即，因為你用嘅搶出用一刀咧，是不是老加水咧？ 因為你加水下也是即佢啊捆出啊，等佢全部個軟體去咧，會變出去咧。
其实个水分当中，伊是沙草边走一做咧，挑选表现电落个呛出来，脆口度全摸咧咧。嘿，了都会调味啊，了都穿厨余劳动哦，回山啊，了都穿冻气，回落梅头哦，穿夹到嘟嘟好样因。阿凤讲人家公平。好，那么不红队的情景很可惜啊，根本这个讲，佢甲鸟又炒到冇错，佢甲调骨啦，因为客家炒鸟吼，佢会一层一层落去冰，佢的食材一层一层冰落去炒，每一样的食材调不够没有炒到香，又没炒到香，还有菜当一个副教粉又要韩国冰点了，调又加落去的时间又要鸟薄下慢点不去吃下，佢的酱香味让我吃到。吼，是正差就安尼啦吼，啊，俺原本蓝队曾经讲，该寿司挑落冻吼，又加鱼露，到加柠檬汁，了两个诶泰式的灵魂，去调的比例拄好，啊，加海鲜的虾酱通都有拄好，到加手根呢调落冻吼，太好吃哦，太好吃。好，唔怕，马上就来颁奖喽！耶！好了。经过的两太馆的挑战过后，特别踢馆，你看我们红队哦，真的是重重难关都已经度过了。莫还真经顶紧点哦，这个冇咁简单呢。成绩已经出来，凤翠得到1分，蓝翠得到3分，先来恭喜蓝翠。好，恭喜蓝翠就得到1000票嘅加彩金，恭喜！凤翠大概没懂咱的话，看下吼，这个是半藏雪花精汤锅煮，恭喜！过年的时间，2只阿叔在乡下煮菜，就炎炎满满，恭喜恭喜！哎呀，昨天转移用嘅烟机啊，爆痛，动火血，哎呀，对，好，真叫我哋好好问一下吼，水天阿姐吼，佢家下吼，从一开始是让人讲，好紧张哦，你下喊话嘛？我有喊你当紧张，两度这样喊话紧张，对呀，我做嘛该话喊话紧张？没有，紧张那部分，紧张2都按多钱呢。好，那我就收回来了。好了，今天参加就蛮感谢吗？非常感谢咧制作单位啦吼，啊讲啊你着富年沙区的协会的理事长拢总干事啊，全部来了，有人啊你要加油啊！等有2只机会做嚟来参加呢只节目。恭喜恭喜！节目按姿势按姿势。啊，今年2百来参加吼，又蛮感谢咧。当饭鱼啊，嘿，提子牌送甜食的用意啦。好啦，其實係咪很有機會喊我來嗎？愛呀，愛吼。哦，非常恭喜2隻。那呢個組呢，2個姐姐哦都會太中譜，先來請教一下邱妍姐，你下心情用慢老太茶講一下。要講我會煮賣菜，好愛改良去用慢實忙咧，個手機吼。邊手邊，乜嘅線上吼，煮安尼請大行來看啦。看就差唔多，勝冠就多少底數咯。以為來到應該冇問題啊。猛啲一出個暗，都該冇害啦，該慘咧，該冇害要慢處理咧。所以以為多少緊張。按聽一遍吼，該客家小炒吼，那老師啦，要經過指導吼，我是感覺哦，也係我需要進步的空間啦。我相信我韓白煮的小炒空間哦，一定動讚啊，錯啊！哦，好，十分感謝。講到還好哦，特別客家炒牛，你下又有舉辦全國性的客家炒牛比賽，啊，舉辦聯合過後哦，就做得去比賽誒。要貴金，要貴金。哦，有冇自己要來參加？先對老太太講一下。今日真歡喜啦，我感謝這個理事長總幹事哦，幫我有這機會來呢邊學習啦。以下在師傅咩有人嗌都講過呀，漢班嗌都都下啲按樣班人處理，按樣班做啦，都感謝啦。恭喜！哦，今日正經當站這樣可能6樣6題過後，日頭就出來誒，代表你倆吼，你好福氣食到太起個按站地位料理。冇錯，韓國吼雖然記得吼受到嘅冒害哦，受到當台嘅電影獎嘅感覺啦，不過可能還會有很好電影嘅食材會出現哦，歡迎大家夾夾到報名參加，強下來挑戰參加哦。而家用國漫語感來參加。好啦，我來。總共呢，也個哦，不管係哪關地都去個挑戰性，拿定也個本地來，真的實力呢，真金不怕火煉，強下來比賽咯。一家之主帶你強下來挑戰，下禮拜再見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